介紹下咧，就係阿洪館長出錢出力出心去安排組織呢一個民間私營民間博物館。咁佢其實好嘥時間㗎啦。喺2年前咧，佢已經喺度做緊部署，聯絡政府部門，聯絡特首啊咁樣。咁亦都咧係喺24年5月嘅時候咧，就得到正式嘅回覆。咁佢內容就係話咧，洪先生，你喺5月15日致電行政長官嘅辦公室嘅電郵裏邊咧，已經交咗俾康文署做跟進同埋回覆。咁係喺23年喺你洪館長咧就致函咗俾行政長官嘅。咁行政長官就吩咐咗咧係康文署咧就回覆。咁內容就係話咧，特區政府係歡迎私營博物館成立，以促進本港文化生態多元嘅發展。有意經營博物館嘅非政府團體可以透過申請唔同嘅資助，以支持博物館嘅營運或者舉辦活動。例如由文化體育同埋旅遊局管理嘅藝能發展資助計劃下嘅躍進資助，同埋一個項目計劃資助。香港藝術發展局嘅計劃資助同埋配對資助計劃，以及為奕信勳章文物信託等等，呢啲都係可以咧係作為我哋搞呢一個私營博物館嘅資助。咁當然我哋博物館係需要自己要付出好多嘅嘢啦，包括阿洪館長安排咗你睇台邊度有好多，呢個係好少部分嘅一部分嘅嘢啫。洪館長呢個珍藏係好多嘅，咁希望咧就話咧大家能夠眾志成城咧係去組織好我哋呢個私營民間博物館。呢個博物館嘅作用咧，除咗係宣揚我哋中國或者中華文化之外咧，仲係有一個好有教育嘅意義嘅。每一件古物、每一件物件咧，都有一個歷史。呢個歷史咧，亦都咧令到我哋啲人咧更加理解到我哋中華民族、中國以前嘅歷史，令到咧大家對國家、對我哋民族嘅觀念能夠加強嘅。咁啊好有咁呢度咧就係特首吩咐咗咧，佢呢一個康文署嘅項目發展總監羅欣欣係回覆呢個信嘅。咁呢度咧真係好多謝辛苦咗我哋館長做咗咁多嘢。多謝各位嚇。再補充少少，其實2023年咧，我哋有5個人，就係同呢個特首嗰度咧，由佢哋安排揾嗰個叫做文化體育旅遊局啊，佢哋嗰啲秘書長咧同我哋開會。咁當時咧，本來個副秘書長嚟咧，後尾佢就啱啱上咗去廣州，咁佢就揾咗個助理秘書長，佢點都大過出邊嗰啲乜鬼嘅處長㗎啦。咁咧，當時我哋有5個人，其中一個咧就係高嘉瑜教授仲有幾位嘅，對今日因為有啲事佢哋嚟唔到咁就變咗咧，我哋其實咧就除咗係有信，我哋實際上咧就同咧呢個香港特區政府李家超生嗰度咧係一早講出嚟。咁點解要講呢一點啊？因為我哋而家所做嘅唔係西九嗰隻，呢個好重要。佢同意我哋就係民營嘅博物館。西九嗰隻咧，政府啲錢你點冇都得啦，而且咧冇唔出咩樣嘅但係民營咧就唔同啦。民營咧就係我哋咧靠自己，我哋呢班人嘅自己嘅聰明才智、自己嘅努力去創一個事業出嚟。咁但係呢度都唔係緊要，最緊要就係香港嘅一國兩制。嗱，希望大家理解呢點咧。我哋而家呢度呢啲有啲人仲係個腦袋裏邊咧係好有個 puzzle 有個疑問喺度。喂，你又西周嘅銅車馬，你又下雨成個鎏金嘅立人喺度，呢啲係俾國家嘅喎，要上繳嘅喎。但係希望大家理解一樣嘢，一國兩制香港係行緊資本主義。內地嘅3月1號，今年3月1號出嗰個叫做文物法咧，唔 applicable 喺香港。
點解啊？內地嘅法律能夠喺香港運作咧，就要通過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嗱，我呢度班門弄斧，因為嗰個有份做嗰、個基本法嗰、個草擬嘅事件嘅咧，係高嘉瑜教授喺度啊。但係咧，如果要將內地嘅一區裏邊喺邊啲法律喺香港 applicable 咧，即係施行到咧，第一國防、外交呢個仲有個叫做國家安全啊，呢啲咧就係裏邊嘅法律可以涵蓋香港嘅。咁對唔住，文物法唔關事，嗰啲係民間嘅嘢。如果唔係話佢唔可以 apply 到香港，佢可以通過人大委員會啊，再開個會，通過嗰個決策，然後將佢拼入去香港嘅基本法附件三羅列咗出嚟。咁以後咧，佢就好似頭先國防外交啊、國家安全啊嗰啲可以咁樣香港嘅 apply 啦。但係仲有一樣嘢，有個 effective day 啊，有個生效日期啊。你以前嘅同埋以後嘅係兩回事嚟嘅。咁所以我同你講民營博物館，希望大家各位熱達嚟咧，你哋理解到咧，我哋呢個民營博物館嗰個經營啊，我想你見到我寫經營啊，就係不受限於嗰啲政府部門嘅博物館，或者佢哋嘅官員啊啊，其實啲官員大部分都係以前啲政務官嗰啲餘孽嚟嘅啊，或者由佢哋教咗出嚟嗰啲靚傾，我叫佢唔緊要㗎，我係叫佢靚傾，我80歲啊嘛，點解唔叫佢靚傾啊？咁所以咧，我希望大家咧就係將你哋能夠將自己變成喺我哋博物館裏邊咧，呢個民營博物館裏邊咧，睇下點樣樣發展到將我哋呢個民間做社區嘅，即係做呢個民眾嘅工作嘅人咧，唔係一定要喺立法會嚟做嘢。我哋喺民間咧，可以咧別樹一幟，別樹一幟咧，由你哋自己製造出一個大局出嚟，將你哋嘅地位咧，同你哋嗰個認受性咧，自己掌握出嚟。咁呢度咧就鄧老師咧嚇，就佢有一個意見嘅。咁呢度我想請佢講一講。你話講咩？將大家希望組織個顧問團嘅什麼咧，解俾大家聽睇好唔好？係咪？呢啲我哋而家全部都係各位，你哋係我哋要民營博物館咧，大家嚟一齊玩咧，玩啊講，大家當家作主啊！冇大冇細嘅，但係有一樣嘢一定要守法，因為我哋呢幾個單位咧都係有限公司。咁我拎住個牌照啦，有兩個牌照，一個就係海關俾我嘅貴金屬，同埋咧呢個所謂除咗貴金屬咧，就係一個寶石啊。咁係要經營呢啲嘅業務，咁有乜緊要啊？其實佢嗰條例叫反洗黑錢，如果唔跟佢咧，咁啊拉人嘅喎，對唔住話拉我啊，因為個牌照係我攞嚟，我係持牌人。嗰仲有咧，我哋你見到嗰度一橛咧，我哋其實以前我係有個數據中心喺度 data centre 喺度，但係因為李嘉誠啊、李兆基就攞場咧，我就縮埋咗㗎啦。2000年之前我係賺錢嘅，啊2000年之後我就縮埋咗，但係啲嘢留喺度，舊嘢我掉咗啦。而家我哋就 set up 翻嘅地方咧，一陣間有阿林倫李先生嚟咧，佢就係會係我哋希望佢可以由佢嗰方面咧去領導一個叫做 AI 啊，DeepSeek嗰邊啦，叫做本地部署。你而家個個都上到 DeepSeek㗎，對唔住，你寫又好問好嘢，冚唪唥喺邊度㗎？係佢㗎，咁咪全世界攞到嘅。咁我哋一啲本地部署咧，叫 local deployment 咧 ，OpenAI 唔得喎，嗰個美國個啊，外國個啊。但係 DeepSeek 係我哋國家嘅，俾我哋擺喺自己嘅數據中心裏邊。咩意思啊？
即係我哋有我哋嘅防火牆啊，有我哋嘅圍欄，以前就我做呢啲噶嘛，因為我而家就係拎住一個叫做 System Based Operator 嘅通訊牌照嘅喺呢度嘅，由1995年到而家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將佢我哋做 AI 嗱，咁請大家希望你哋理解，喂做啲有咩好處啊？AI 最叻就做機械人啦。